Hello，大家好。咁啊，好快咧就到我哋新嘅一年2026嘅丙午年咯喎。咁有啲朋友咧又問佢話可唔可以透過咧紫微斗數嘅時空盤，可以睇到2026年整體嘅運勢啊咁樣。咁我今日咧就製作咗呢一個視頻，咁啊就係用紫微斗數大年初一子時去起盤，睇一睇究竟紫微斗數丙嘅天干引動四化之後，究竟明年我哋要注意啲咩事情呢？咁樣，咁今次咧，其實我會有兩段影片嘅，分別咧就會用南派，我哋叫三合派，就係今日所講嘅內容啦。之後咧嗰段影片我就會再用北派、飛星派，同樣都係解釋翻用年初一呢一個嘅時間去開嘅命盤，睇下。不論就算你用南派又好，北派又好啦，只要係正確嘅話咧，所出嚟嘅結果咧，其實都會係論斷到相同嘅事情發生嘅。好，言歸正傳一下先。今日咧，大家會睇到以下呢一個咧，其實係紫微斗數大年初一子時所出嘅命盤，由丙嘅天干引動嘅四化就係天同化祿、天機化權、文昌化科、廉貞化忌。咁究竟呢四化落咗喺我哋紫微斗數嘅邊一個宮位，代表嘅意思又點樣去解釋呢？咁樣，咁我哋而家咧就正式開始啦。好，首先一樣嘢先，大家好明顯地見到咧就係咩呢？我哋叫做命宮、財帛宮同埋官祿宮，見到係咩啊？我哋叫三合位啊，我哋叫到。咁呢個咧就係殺破狼格局啦。咁即係話咧，好容易睇到咧，就明年可以話代表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嘅香港政府機構咧，都係啲咩啊？好有行動力，好想去創新啊、開創啊，好有目標啊，好想有一番嘅作為嘅咁樣。咁我其實想問一問大家，仲記唔記得咧？今年2025年啦，12月份，我哋香港係咪有一個立法會換屆選舉啊？咁啊，好似有一班新嘅班底嘅新嘅人士、新嘅作風嘅。咁其實我反為咧就覺得呢一班新嘅班底，可能就啱啱就體驗到咧，我哋今次呢個年初一我哋嘅紫微開嘅命盤嘅命宮、官祿宮、財帛宮呢三合位嘅殺破浪格局，好似真係好配合喎嚇！好呢一班新嘅班底咧，好想有一番作為，好想有一番嘅動向啊，去做嘢啊咁解。咁好，你會見到啦，同樣殺破浪格局，你會見到佢嗰個宮裡面嗰啲星咧，其實係好靚嘅。點解啊？命宮係貪狼，貪狼咧其實以七殺破軍貪狼嚟講咧，貪狼係一個最唔殺傷力嘅行動啊，應該咁講。譬如我哋七殺啊、武曲咧，你會見到咧，佢哋係衝鋒陷陣啊、好拼啊、好搏啊咁樣。咁可能咧啲嘢咧係勇往直前，就橫衝直撞，係咁行啊咁。咁但係咧貪狼就唔同啦，貪狼佢個作為啊，嗰個作風咧就會咩咧？溫和啲嘅，用一啲交際式嘅手腕。因為點解啊？貪狼係我哋紫微斗數嘅桃花星啊。咁所以咧，佢所有嘅行動力啊，或者佢嘅事業啊，佢想開創佢所做嘅嘢咧，都會以啲咩咧？溫和啲嘅交際式嘅手腕去行事嘅。咁所以無論點樣都好啦，佢都唔容易去得失別人啊咁樣。咁嗱，你會見到啦，官祿宮咧有一個七殺同埋擎羊，反觀咧喺工作上邊咧，佢哋就七殺係代表目標性啊。好有目標感啊，好有目標性啊，行動力啊咁，有開創嘅意象，好有動力想去做嗰個意象喺度嘅咁樣。咁而財帛宮咧，財帛宮你見到全部都係吉化嚟嘅嚇，命宮、官祿宮、財帛宮全部都吉化，冇六煞星喺入邊，除咗擎羊之外。咁你見到咧，財帛宮破軍、文昌、化科、右弼。所以咧喺財運上邊咧，今年應該係我諗喺政府嗰方面咧，佢所使嘅錢咧，都會使喺啲咩咧？文化性、開創性、知識領域各方面去使嘅。咁你見到啦，化科都係咩啊？吉化嚟嘅，佢都會係好有行動力去想使錢之餘，都會應使則使，好有呢種咁嘅感覺喺度嘅。
咁所以咧，整體嚟講，我真係覺得明年咧個格局咧真係偏向優質嘅。咁好啦，講翻我哋嘅四化先。第二日就係四化裏面，你會見到啦，丙嘅天干係咪引動咩啊？天同化祿喺我哋咩啊？子女宮。子女宮呢一個宮位咧，除咗可以解釋我哋嘅晚輩啦、仔女之外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嘅咩啊？投資位置。咁你會見到啦，天同化祿，天同係粒福星，雖然係有化祿嘅，係好嘅、開心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呢一個宮位有個咩啊？地空地劫啊！咁所以咧喺明年咧投資投機嗰方面咧，其實我反而咧就建議大家要小心謹慎啦，真係慎防咧有破財嘅現象，又或者咧可能大家睇漏眼咧睇掉以輕心啊，因為天同咧係粒福星咧，佢唔係太在意，唔係好緊張，可能咧掉以輕心咧去投資錯誤咗，引致你有咩咧破財嘅現象出現咁解。咁好啦。另外咧就父母宮，你會見到天機化權。父母宮可以代表乜嘢？我哋嘅祖國啦，或者我哋叫阿爺啦嚇。咁你見到化權，即係話我哋明年咧，我哋嘅祖國、我哋嘅國家咧，好想有一番作為。化權係指開創、掌控、掌權、行動力、話事權呢一個嘅意象喺入邊嘅。咁睇到啦，明年我哋祖國好有嗰個化權，即係好有嗰個行動力，想去做一啲嘢嘅目標感嘅嘢喺度。咁佢想做啲咩嘢啊？咁睇粒星啦，粒星係乜嘢啊？天機巨門。天機咧其實可以代表我哋叫咩咧？科研啊、科技啊、網絡啊、資訊啊方面嘅。咁所以咧，明年我哋祖國咧，好可能喺我哋科技上邊咧，好有一個突破性嘅發展。咁啊，特別近排啦，都會見到一啲嘅機械人啊，咩無人駕駛嘅技術啊等等嗰啲咧，其實中國咧都係一個幾開創性嘅，喺科技上邊真係幾有開創性嘅意象喺入邊嘅咁樣。咁好啦，另外巨門代表乜嘢？巨門有啲人會話暗閉啊、陰暗嘅意思，咁冇錯正確，但係同樣咧，巨門都係代表咩啊？研究、尋根究底、追求真相呢一個意象喺入邊。咁所以咧，明年嘅祖國咧，我覺得喺科技啊、技術上邊咧，應該有突破性嘅發展嘅，係有一個好大一個帶頭嘅作用啊，即係好想帶領嘅作用啊。咁呢個就係化權嘅力量嚟嘅咧，咁樣咯。咁好啦，另外啦，比較憂心啲咧就係咩咧？我哋叫做廉貞化忌喺我哋嘅遷移宮。咁廉貞嘅意象咧就比較複雜啲嘅，可以代表我哋將星啦、血液啦、親人啦咁樣。咁廉貞咧喺我哋紫微斗數咧屬於叫次桃花，咁啊化氣為囚。咁你會見到遷移宮代表乜嘢啊？嗱，命宮就代表我哋嘅性格，遷移宮就代表我哋對外邊嘅交際手腕，或者外緣，或者我哋嘅外在環境等等呢啲。咁你見到出現化忌，咁即係話咧，形容咧明年雖然我哋好有行動力，好想開創，好想去做一啲嘢，咁但係同樣都會遭遇到咩咧？外在嘅環境未必配合到我哋，因為點解啊？廉貞係次桃花化忌，咁所以咧可以代表咧，雖然我哋好想去做，好想去行動，但係咧可能我哋嘅行動力咧未必俾外界認同嚇，因為遷移宮代表我哋人緣啊、人際關係、人緣嗰方面啊，咁啊化忌咧未必得到其他人嘅認同，咁啊喺外緣裏面咧未必有人幫到我哋，或者咧可能佢哋提出嘅議案啊，或者提出嘅建議啊，可能過於急躁啊咁樣，咁令到一啲嘅外邊嘅聲音啦嚇，或者外在市民嘅聲音咧，未必會同意啊，佢哋去做一啲太過開創性嘅嘢咁解。咁所以咧，呢個就遷移宮化忌聰明宮嘅意象嚟嘅咁樣。好，另外啦，廉貞仲可以代表咩啊？血液啊、血緣啊方面嘅嘢。咁見到化忌咧，同樣都係咩咧？我就會覺得係一啲病菌啊、細菌啊、疾病啊嗰方面咧，佢仍然都係存在住喺度嘅。咁好啦，整體嚟講，你會見到咧，命盤之中比較靚啲嘅有啲乜嘢宮位啊？遷移田宅宮
田宅宮大家見唔見到咧？係咪有粒天梁同埋祿存？田宅宮咧呢一個組合真係唔錯，可以代表我哋嘅土地啊、地產啊嗰方面啊，地產事業嗰方面咧比較上持平啊、平穩啲啊。因為天梁代表老人家任性，咁啊比較上咧緩慢啲嚇，唔會太急躁嘅。祿存咧就代表我哋謹慎。啲嘢咧好穩定啊，好穩陣啊，好謹慎啊行事咁樣，咁所以咧明年估計喺我哋地產事業啊，我哋嘅樓宇嗰方面咧嘅地產市道咧比較上平穩，個波幅唔會好大，唔會好似殺破狼格局咧個波幅咧大上大落咁樣嘅。咁好啦，其實咧今日呢一個題目咧，我係用緊一個時空盤嘅解釋咧，去解釋我哋年初一嘅格局。咁所以咧，其實某情況咧係需要一定嘅基礎知識咧，就可能會明白我個中嘅意思嘅。咁如果對於一啲初學者嚟講咧，就未必真係會完全明白嘅咁樣。咁啊，再加上咧，今次咧我會用一個三合派嘅解釋，咁去同大家分享究竟明年我哋香港嘅運勢啦咁。咁下一個視頻咧，我就會用咧堂上邊嘅節錄。我會用堂上邊我講開嘅飛星派去解釋大年初一嘅命盤。咁啊，同樣地，就算我用三合派去解釋南派解釋，或者我用北派飛星派去解釋都好啦，其實個結果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樣。咁當然涉及到飛星派呢一門學問咧，就真係比較深奧啲啦。咁如果真係冇基礎知識嘅人咧，其實係好難明白嘅。咁啊，如果你哋有需要嘅，其實真係咧上堂去學一學我哋紫微斗數呢一門學問嘅知識嘅話咧，咁啊以後每一年咧，你哋就可以自己去開盤，自己去解釋下咁樣咯。咁好，今日咧呢一段嘅視頻咧，咁啊係簡單去話俾大家聽，用三合派我哋嘅南派去解釋一下究竟明年我哋嘅香港嘅運程嘅運勢啊會點嘅樣。咁下一個視頻咧，我就會用北派飛星派咧個角度去睇一睇，同樣地都係大年初一嘅格局嘅，咁究竟出嚟嘅結果會係點樣呢？咁樣好，咁啊我哋喺下一個視頻同大家再見啦，拜拜。